还有一种菜叫那个香菜啊，香菜说吃了会有因果病，怎么那么可怕呢？这个故事说是那个跟《封神榜》有关系吗？就是那个二郎神放出那个哮天犬，海啸那个啸，天地的天，哮天犬一种狗，要去攻击那个赵光明的姐妹。因为赵光明是替那个商朝纣王那边打仗的，他因为很忠直，然后呢死后被封为那个财神爷。玄坛元帅、中坛元帅就是赵公明啊，公正无私的公。然后那个哮天犬被用石头扎死了，死了以后剥了皮来拆的骨，说深埋了皮，后来长出那个香菜元荽啊，香菜元荽，所以劝人家不要吃那个香菜元荽。